测语能力认证考试初级。考试说明：考试分为3部分：一、听力测验；二、口语测验；三、阅读测验。考试时间总共30分钟。第一部分，听力测验有2种题型：单句理解及对话理解。请听完题目及选项后，用滑鼠点选作答。每题有3个选项，单选题。第二部分，口语测验有3种题型：复诵、看图表达及口语表达。请您依照题目的指示，透过麦克风录音，口头回答。第3部分，阅读测验，请根据题目的文字指示，用滑鼠点选作答。每题有3个选项，单选题。现在，请静候画面切换，考试即将开始。现在进行第一部分听力测验，有2种题型：单句理解及对话理解，共10分钟。请您听完题目及选项后，用滑鼠点选正确的选项。每题有3个选项，题目及选项只有声音或图片，不会出现文字。提醒您要注意聆听。1、单句理解，共10题。请根据您听到的问题，选出最适合的图片或语音答案。单选题，每一题的题目和选项会念2遍。阿爸带我同露台去标字业位，请问记得去到乜嘅？1、2、3。阿爸带我同露台去标字业位，请问记得去到乜嘅？1、2、3。几张叫我哥，古所木族看起来样诶。1、凤凤；2、旺旺；3、梦梦。几张叫我哥，古所木族看起来样诶。1、凤凤；2、旺旺；3、梦梦。乜嘅天时最有可能会做太岁？1、春日头；2、八凤彩；3、落雨无话。乜嘅天时最有可能会做太岁？1、春日头；2、八凤彩；3、落雨无话。空气唔好，电脑杯最好爱带乜嘅？1、金子；2、苏白话；3、最辣嘅。空气唔好，电脑杯最好爱带乜嘅？1、金子；2、苏白话；3、最辣嘅。佢作嘅衫褲長長短短，行成之後，出門去可能會樣嘅。
一本人少，二本人少，三本人媽。佢作嘅衫褲長長短短，行成之後，出門去可能會樣嘅。一本人少，二本人少，三本人媽。請問下背嘅圖，哪三人較愛說？一、二、三。請問下背嘅圖，哪三人較愛說？一、二、三。阿德古幾日嚟食飽了，了飽食，乜嘅手唔肯做，意思係講幾樣嘅。一、當難時，二、當凊彩，三、當神氣。阿德古幾日嚟食飽了，了飽食，乜嘅手唔肯做，意思係講幾樣嘅。一、當難時，二、當凊彩，三、當神氣。阿伯去年60歲，請問阿伯明年幾多歲？一、60歲，二、61歲，三、62歲。阿伯去年60歲，請問阿伯明年幾多歲？一、60歲，二、61歲，三、62歲。請問哪隻圖係蒙菜？一、二、三。請問哪隻圖係蒙菜？一、二、三。請問乜嘅動物常睇會啲花蛋糕比上比下？一、野公，二、黃漆，三、洋鴨嘅。請問乜嘅動物常睇會啲花蛋糕比上比下？一、野公，二、黃漆，三、洋鴨嘅。二、對話理解，共5題。先聽一段客語對話，再根據您聽到的問題，選出最適合的圖片或語音答案。單選題，每一題的對話、問題和選項會念2遍。阿妹，我想要去大天通，好冇？唔敢去，去就要強較現條誒。請問阿妹嘅意思係樣誒？一、反對，二、無意見，三、贊成。阿妹，我想要去大天通，好冇？唔敢去，去就要強較現條誒。請問阿妹嘅意思係樣誒？一、反對，二、無意見，三、贊成。人家咩買好嘛？行啲也通哦。請問，什麼會買到咁咩嘛？一、盲買好，二、買好話，三、
买唔到，人敢咩买好嘛？行啲也痛哦。请问，什么会买到敢咩嘛？一盲买好，二买好位，三买唔到。今本日嘅拉嘅田讲义过来听数词，哈，还会帮忙，按麻烦，唔去假词。请问什么人系爱吃麻嘅？一、五个，二、几个，三、二个。今本日嘅拉嘅田讲义过来听数词，哈，还会帮忙，按麻烦，唔去假词。请问什么人系爱吃麻嘅？一、五个，二、几个，三、二个。阿妹，我一盆小水爱掉盆阿公洗面，哦，俺晓得。上辈嘅对话，下辈那则健康政策。一来嘢恩阿妹，二阿妹说来嘢，三阿妹念来嘢。阿妹，我一盆小水爱掉盆阿公洗面，哦，俺晓得。上辈嘅对话，下辈那则健康政策。一来嘢恩阿妹，二阿妹说来嘢，三阿妹念来嘢。都是要嘞，好漂亮嘛！忙哦，早晨出门真无结交诶。请问也下系乜嘅时节？一、上珠；二、荡珠；三、下珠。都是要嘞，好漂亮嘛！忙哦，早晨出门真无结交诶。请问也下系乜嘅时节？一、上珠；二、荡珠；三、下珠。接下来进行第二部分口语测验，有3种题型：附送、看图表达及口语表达，共15分钟。请您依照题目的指示口头回答。每一题的题目会念给您听，也会有铃声提醒您作答时间。一、附送，共7题，请您将听到的客语句子，同样用客语跟着讲一遍。每题会念2次给您听。开始作答时会一声提醒您开始附送，只需要回答1遍。阿妹提早下煮饭，阿妹提早下煮饭。阿妹提早下煮饭。萝卜板温后油清好食，萝卜板温后油清好食。萝卜板温透油清好食。nhà屋卡嘅門牌係幾多號？nhà屋卡嘅門牌係幾多號？nhà屋卡嘅門牌係幾多號？呀題數學很難，唔曉得冇？呀題數學很難，唔曉得冇？唔
蛮多咧，食茶迄无。蛮多咧，食茶迄无。行来个送来冲阿爸，亲缘道。行来个送来冲阿爸，亲缘道。正牛嘢木讲道咧，血爱批出来。正牛嘢木讲道咧，血爱批出来。2. 看图表达，共2题，请根据题目音档及文字指示说出图片的内容或是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会提示请回答，回答的时间有20秒，请充分利用时间作答。周日状考表，摆记做得上天路科，上几多节课？请回答。周日状考表，摆1做得上天路课，上2节课。周日状图，阿华提台北茶站坐公车去了，未经过哪条茶站？最尾未到哪站？请回答。3. 口语表达，共3题，请根据题目音档及文字指示，用客语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会提示请回答，回答的时间有20秒，请充分利用时间作答。如果只照着念题目文字，就不算分数。唔同阿妹去夜市诶，想要食3项东西，怎样诶同阿妹讲？请回答。阿妹，我想要食汉堡、鸡排、小咸菜，请买帮我食好冇？安子说。阿爸本见到食唔落饭，唔怎样诶同阿爸费事理。请回答。唔到体育课学到哪条运动，唔清中意嘅系哪项？请回答。现在进行第3部分阅读测验，共10题，作答时间共5分钟。请根据题目的指示，选出最符合题目意思的答案，或是最适合填回题目空格的文字，用滑鼠点选
正确的选项。单选题。
考试结束。